现代台语版圣经马可福音第15章。天一个光，遐个祭司长老惊教师，伊个全议会个人斗阵参详，因甲耶稣绑起来，押去交互彼拉多。彼拉多问耶稣：“你是犹太人个王是无？”耶稣应讲：“这是你讲的。”祭司长告耶稣真侪项代志。彼拉多阁问耶稣：“你看，因甲你告遮侪项，你哪拢无答辩？”耶稣犹原无应半句。彼拉多煞感觉真奇怪。逐年伫搬过节个时，彼拉多拢有照民众个要求，放一个犯人互因。有一个人名叫做巴列巴，伊甲一寡叛徒做伙关押，因捌伫暴乱中杀死人。群众组织话来，要求彼拉多照惯例办理。彼拉多问因讲：“恁爱我放犹太人个王互恁无？”因为伊知遐个祭司长是为着怨妒，才将耶稣交互伊。遐个祭司长煽动群众，颠倒要求彼拉多放巴列巴互因。彼拉多搁一遍问因讲：“安尼，恁称做犹太人个王个，恁爱我安怎处理？”因搁大声喝：“甲钉十字架！”彼拉多问因讲：“是安怎？伊有做甚物歹代志？”因搁较大声喝：“甲钉十字架！”彼拉多为着要互群众欢喜，就放巴列巴互因，搁命令人用鞭拍耶稣，然后交伊去钉十字架。兵士带耶稣去总督府个城内，后来调集全队个兵，因甲耶稣穿一领紫色个外袍，搁用刺仔编一顶王冠，甲伊戴。因甲伊行礼，喊讲：“犹太人个王万岁！”因搁用一支芦笛仔摔伊个头壳，甲伊配喙烂，跪落去拜伊。因戏弄伊了后，迄领紫色个外袍甲脱起来，搁将伊家己个衫甲穿倒转去，然后押伊出去钉十字架。有一个古年代人西门，是亚历山大甲鲁夫个老爸，伊对庄骹来，拄好对遐经过，兵士强迫伊举耶稣个十字架。因甲耶稣押到一个所在，叫做各各他，翻译是头壳碗领。因用掺没药个酒互耶稣啉，毋过伊无啉。然后因甲伊钉十字架，搁分伊个衫，抽签决定逐个人得到甚物。因钉耶稣伫十字架个时是早起时9点。有一个牌仔写伊个罪状，犹太人个王。有两个强盗甲伊做伙钉十字架，一个伫伊个正边，一个伫倒边。有个抄本有28节，伊互人看做是罪犯。即句圣经个话已经应验。对遐经过个人，甲伊侮辱，摇头讲：“哎呀，你即个人，讲要拆毁圣殿3日内，搁起起来，就叫你家己对十字架落来。”祭司长甲经学教师嘛安尼甲伊踢笑，讲来讲去，伊救别人，无法度救家己。伊是基督以色列个王，现在就对十字架落来，互咱通看通信。甲耶稣做伙钉十字架，遐个强盗嘛甲伊侮辱。中昼个时，全地拢黑暗，煞到下晡3点。3点个时，耶稣大声喝：“伊罗伊，
伊就以拉玛撒巴代年，意思是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是安怎放杀我？有一寡徛伫边仔的人听着讲，恁看伊咧叫伊利亚。有一个人走去摕海绵浸酸酒，捌伫路顶仔尾，拄去互耶稣诉讲，等一下，看伊利亚回来甲伊救袂。耶稣大声喝一声，就断气。迄时，圣殿内的长吏对顶到下离做两边，徛伫耶稣对面的军官看到伊断气的情形，讲：这人确实是上帝的囝。嘛有一寡妇人人对远远伫看，其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、小雅各甲约瑟的老母玛利亚，以及撒罗米。因是耶稣伫加利利的时，就缀伊佮服侍伊的妇人人。另外，佮有真侪甲耶稣做伙来耶路撒冷的妇人人嘛伫遐。已经黄昏，因为迄日是磅过节的避难日，是安息日的前一日。阿里马太的约瑟来，好胆去见彼拉多，请求将耶稣的遗体予伊。约瑟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议员，本身嘛有伫期待上帝国的来临。彼拉多听到耶稣已经死，感觉奇怪，就叫军官来问看耶稣是毋是已经死去。伊对军官听到耶稣确实死的消息，就将遗体交予约瑟。约瑟买一块羊毛布，然后将耶稣的遗体对十字架刷落来，用迄块羊毛布甲伊包，安装伫已经拍好伫石壁内的网，搁过一块石来插伫网口。抹大拉的玛利亚甲约瑟的老母玛利亚有看到安葬耶稣的所在，